歌吼，今仔日咱要唱的这两首呢，其实是大家拢真熟啦吼，拢真熟，啊嘛是真简单吼，好。好来，咱来吟圣诗538首，我心大欢喜，驻点身边。哈，好，第二首的圣诗第541首哈，将听传出去哈。这首叫做《上听》呐，传出去哦，毋是传吼，因为可能大家拢会受华语的影响吼，变成传吼，毋是哦，是传吼，啊，大家来会记哩吼，因为咱讲传福音嘛，对吧？吼，传吼，毋是传哦，吼，因为我拄则刚才有听到，就是有笑传的音啦，吼，所以咱是上听。传出去，好，咱甲歌词念一解好啦，吼，来做伙预备来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来听着分享，毋通丢毒，快快乐乐传出去。好，听着分享，毋通放弃，把握机会传出去。好，来，咱去来吟这节哈，来第一节，
做伙来。一首圣诗吼，啊，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从听传出去吼，好啊，请咱即马来备办心，准备进入今仔日的礼拜。伫礼拜开始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，真心诚意要来敬拜阿罗你。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，阮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你，求你的信心甲阮同在，感谢你的恩典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
上帝啊，你的慈爱咱遐宝贝，世间人拢来秘伫你视角的保护下，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席。你要互因令你快乐的雨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，对你的光，阮看见光。请咱三甲来吟诗来敬拜俄罗上帝，圣诗538首，我心大欢喜，主踮身边。请大家起立。请坐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怜悯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看顾甲保守，互阮平安来到你的圣殿。阮称颂你的圣洁、公义、慈爱甲信实，搁要学了你的伟大甲荣耀，因为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悬到伫天，你的信实到强冲。感谢主耶稣基督极大的疼，互阮得到救赎甲新的生命。阮知阮是无完全的罪人，伫你的面前，阮谦卑认罪悔改，恳求你赦免阮的过犯，清去阮的心。因为上帝啊，你的疼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有丰富的慈爱，求你擦拭我的罪过，搁赐阮快乐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。阮也为阮兄弟身体欠安、心神软弱、失智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你来医治、安慰、供应因的需要。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。拯救心痛悔的人，阮也为所有伫教会服侍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无论是诗班、招待，也是主日学的老师，求你加添因的恩典、快乐甲喜乐，
互因的后代拢会结出美好的果子。主啊，阮也为阮的国家社会来代求，有对你来的智慧甲公义的心，授予互阮的政府官员甲所有的领导者，求你引带因当公正的治理咱的国家甲社会，互咱的社会甲国家充满公义、和平，行伫你所喜爱的道路。最后，阮要用主耶稣基督所教咱的祈祷文来齐声祈祷。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亲像伫天。阮的日子，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人。你带阮离世，叫阮脱离阴歹，因为国、权、荣光，拢是你所，代代都是。阿门。咱继续来启印，启印文第18篇，就是诗篇第67篇。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予阮。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。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。土地有生产五谷。愿上帝赐福予阮。恭敬来听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67篇第1节到第7节。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予阮，愿你用仁慈款待阮，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，互万国捌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学乐你，万国快乐，唱歌欢喜，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，引带世就万国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学乐你。土地有生产五谷，上帝，阮的上帝有赐福予阮。愿上帝赐福予阮，愿全地拢敬畏伊。以上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搁照安尼去行的人。赞美这是要请妇女团契，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阮来朝见你，救赎阮的主，请妇女团契。
感谢妇女团契用水的歌声传阮来敬拜，愿一切荣光拢归乎咱的上帝。这时要请王林伟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。伊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将疼传出去。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，代表圣经学院来到公教会来请安，来分享上帝的疼。大先，你毋知影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有叫人祝福、别人祝福的经验也无？有诶，请你举手挥挥手，你互人别人祝福的哦，请放咧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请问你有去过高雄？基丁也无，有诶，请举手哦，请放下，真好。奇经哦，奇经，会记你几年前我休假诶时阵吼，平常日吼，我到伫高雄，想讲足久无去高雄基丁，爱去踅街啊。平常时迄个听场无啥物人啊吼，所以咱知影讲去基丁诶时阵有2条路线。第一条是安怎？该开车对吧？爱过磅空。第二条路线是安怎？坐船吼，坐船咱拢有这个经验。所以我就真欢喜，带着阮全家，我就开车带囡仔到伫开车吼过磅空，到伫迄个基丁的即个老街边仔停车场停车。你去老街伫遐坐2点钟出来的时阵。要去牵车滚我的车的时阵，我才发现讲，我大喊一声，哇，系啊，要安怎？啥物代志？因为迄当阵我搁开即个较旧的车啊，吼，即摆车拢会当自动来拍开电火，迄当阵迄车的电火拢爱家己开，所以爱过磅空的时阵爱安怎？常常爱拍开电火嘛，但是。停车的时阵都袂记关，袂记关，我就伫遐大喊，我的车电火无关，系啊，2点钟过去啊，一定发袂起来吼，袂叮当后一个行程就伫咧安尼，我真紧张。但是我行我的车的边仔的时阵，愈来愈近我的时阵，发现我的车边仔有一台小货车嘛停伫边仔，你知影迄个停车场就剩。2、3台车尔，我的车甲伊的车甲另外一台车停伫另外一边。即个小货车的主人，当我行近我的时阵，伊对我讲：你看，我看你的电火嘛无关啦吼，你等下吼来发看卖，即个车看会当发起来啊无？无袂要紧啦，因为我已经伫遮等半点钟啊，因为我的车的电火嘛无关吼。所以发袂起来啊，所以吼，我已经半点钟进前已经叫好道路救援的即个人来斗3工啊吼，道路救援来。我听到伊安尼讲，我本来真紧张就非常的欢喜讲上帝你哪会对我遮尔好哦？我久无来高雄来佚佗，结果电火无关无法度发动，你连道路救援的即个人员拢甲我救。来传好传便便我就真欢喜。迄个差不多要过20分了后，其实对我来讲无等待真久。20分了后，即个道路救援的大哥就来一来就真顺利，甲即个小货车的车拢发起来不电发起来。然后发起来，我就想讲轮到我我就转对迄个道路救援的大兄讲：大哥。你敢会当顺线帮我屈电一下吼？因为我的车嘛拄好无电电火无关。你知影即个道路救援的即个大兄安怎回应吗？一定是公事公办嘛讲啥？伊就问我讲：请问你有即张信用卡的即个道路救援的服务也无？伊摕出迄张银行的卡片，我讲：我无即个银行的，我要安怎？我就需要继续问落去。我讲无请问我个人请你教我屈电来接电，安尼爱开偌济钱？
当我安尼问的时阵，伊知影伫边仔徛伫边仔迄个小货车的主人，伊马上插一句讲：“先生先生，伊是我朋友，伊讲我是伊朋友啊，伊是我朋友哦。”即个小货车的主人听到即句话讲：“哦，伊是你朋友哦。”安尼马上来问吼，毋免钱啊，毋免钱，所以我的车就顺利发动起来。我感觉即个代志，互我感受到生命也是种人生中间虽然拄着困难危机，总是互我深深体验到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恩典。所以毋知遮有高雄人抑无？请你挥挥手。高雄人吼，所以迄当阵就请放下。迄当阵就是我伫高雄加一个朋友呢。伊讲我是伊朋友啊，其实我无熟悉伊哈。总是我体验到高雄人实在是真善良吼，良善哦，真好呢。高雄人，我嘛做过高雄人啊。上帝是真意爱祝福互咱的上帝。如果咱读即个诗篇67篇，咱就知影讲，上帝常常透过身躯边的遮个无共款的人，也是代志，亲像天使一样来祝福咱。总是因毋是基督徒，总是上帝嘛透过因，甚至咱无熟悉因啊，伊讲伊是我朋友啊，无安尼嘛歹势，但是上帝就透过伊来祝福我。所以我敢讲。当咱拄到遮个毋是基督徒，也是遮个朋友，虽然因毋捌上帝，总是上帝透过遮个人来帮助咱，伫因身上一定有上帝的形象。这嘛是伫甲咱提醒，上帝是真正意爱来祝福互咱的上帝。伊透过无共款的人代志来祝福咱。诗篇67篇，今仔日所读的即个圣经。是一首感恩的诗歌，嘛是一个祝福的祈祷。如果咱看到第7节，则讲土地生产五谷，上帝，咱的上帝祝福互咱。有可能咱就是读到即个圣经的时阵，咱就是讲即个经文伫讲农作物的丰收啊，土产的丰收。总是实际上，毋定定是安尼。因为即个圣经要讲，重点是要讲上帝的祝福。看到即张相片是我翕的，就是我爱翕相哦，所以这是阮教会伫中部教会后面即个离中的水稻田吼，遮个田园真水，要收成的时阵，看到遮个水，上帝创造。当咱看到遮个丰收的时阵，嘛爱受着，这是上帝要祝福互咱。这是诗人所讲的67篇，这个作者伊相信上帝是赏赐予咱的上帝，祝福予咱的上帝，咱是领受祝福的。所以咱需要互上帝光来光照，亲像这农作物一样，因需要互光来光照，才会来不义来发芽。咱常常向光照，是代表一个祝福的象征吼，亲像咱想着讲光是安怎？咱想着光是上帝就讲伊是光啊，伫伊完全无有黑暗。咱想着讲上帝是光，圣经用即款的比喻，咱想着讲光就是代表上帝的温暖，上帝的慈爱。就是咱想看觅，咱人若是长期活伫黑暗内底，伫即个黑暗深渊内底生活。真久长的时间，看到光一定会充满愿望。伫2010年8月份，南美洲的智利这个国家发生一个真严重的矿灾，有33名的这个矿工困伫2000英尺的深渊内底，这个下骹涂骹69空。最后，当因伫70天的时阵，因得到拯救。这个故事嘛，去用拍做电影。叫做33啊，中文阁有一个名叫《重生奇迹》，英语就是33。因为啥物呢？因为有33个人去互困伫即个2000英尺的深渊内底。
我伫读这个故事的时阵，我发现讲，我伫想，为什么遮个人去互困伫内底吼？啊，因无法度出去，无法度看到遮个光明的时阵，因会当有信心来活落去。我读这个故事，看到讲，其实其中有几啊位基督徒，所以对透早到暗时，因一直咧敬拜祈祷。虽然伊可能看无啥会到，所以我会当想象这33名的矿工，因看到重新看到光明的时阵，有我尔喜乐。诗篇67篇的第1节，这段圣经安尼讲：讲上帝怜悯，来帮我按下一张。上帝怜悯咱，赐福予咱，用光照咱，用光照咱。那像是回应民数记第6章24节到26节，这个圣经的经文，伊安尼讲，这段圣经咱常常听到，讲愿耶和华赐福予你，保护你。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，施恩予你。愿耶和华用欢喜的面看你。中文说向你扬脸，赏赐你平安。兄弟，咱常常思考讲经文为什么讲向你扬脸？扬脸是什么？当咱抱着这个真欢喜，抱着第1个囡仔、第2个囡仔婴仔出世的时阵，咱甲伊婴仔抱悬悬。我身高是186公分啊！我儿子、我女儿出生的时候，我就把他，我给他抱悬悬，我向他扬脸。但是咱会当想象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、伟大的上帝，咱来扬脸，用欢喜的面来看咱，对咱微微笑。其实咱需要谦卑，伊来合拜啊，才对啊。为什么我们还可以？他可以把我们抱在，也当咱抱伫这个怀中，咱得到伊的温暖，咱得到伊的疼。这是上帝亲像光照，将伊的慈爱、将伊的怜悯赏赐予咱，的上好的一个代表，伊的款式。上帝透过这段经文，甲咱提醒，伊毋是干那要祝福以色列百姓，伊是要祝福万国万民。咱呢得到祝福，是要为着要来成做祝福。我们蒙福是为了成为祝福。上帝的救恩是予万百姓。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无啥物，总是咱会当思考，咱会当回想。这款的恩典，伫旧约的时代来讲，是一个真困难，有一个真大的冲突的，真大的冲突。为什么？因为迄当阵耶稣弥赛亚未来啊，所以上帝的救恩特别赏赐予每一个人。无可能啊，这是冲突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以色列百姓认为讲，受到上帝救恩，干那赏赐予咱，受到上帝拣选的这好调一群人尔，哪有可能其他人哪算啥？所以上帝的救恩要予万百姓、万国万民，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。这个诗人所讲的，犹太人认为只有因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。这是马太福音，咱看到马太福音第5章第45节所讲到这段圣经讲，天要予日头照好人嘛，照歹人；降雨水予做好的嘛，是做歹的，拢降予伊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天要光照，也是这雨水赏赐予无共款的人，无论你意爱伊也无。还是伊是你讨厌的人，上帝嘛赏赐祝福予伊。所以上帝救恩，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是，甲咱想象的无共款的。有当时啊，咱较自私会做一个祈祷，讲上帝啊，你莫祝福伊，祝福我，因为伊看起来伊拢做歹代志，你阁甲伊祝福，对无？啊，人伊黑白开车，你就讲啊，这个人吼，等下开车上好是安怎？咱的心态有当时就亲像耶稣真亲近的这2、3个门徒，雅各、约翰、彼得，看到这罪恶的人，因耶稣讲啥？耶稣敢会当放？你会当求上帝降火来，甲因烧死啊？无？
拢相死好啊，歹人就无存在啊。总是咱看到上帝互日头，也是互水，拢无选择性的降互好人，也是歹人，临到好人甲歹人。这表示上帝意爱，上帝真疼世间全世界所有的人。所以毋知影你会记你细汉的时阵吼我细汉的时阵，我讲我主日学唱一首歌安尼唱。耶稣喜爱世上小孩，然后嘞，世上所有的小孩，无论红黄黑白中，都是耶稣心宝贝。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。你们也要唱啦，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啦，同一个年代的啦同一个年代的。咱去上帝光照的目的是啥物呢？唔知你有想过吗？互光照是为着要得到祝福吗？为着要成做祝福？这应该是咱成做上帝囝儿的一个人生的最终的目标。总是伫咱的传统的文化内底，咱常常甲这个目标真倒变啊！因为咱传统的文化是无意爱麻烦别人。不知道你是不是不喜欢麻烦别人那种人？我说买啊，你莫麻烦啊！总是这个无欢喜，无爱麻烦别人，这个观念甲上帝的救恩有真大的冲突。因为上帝的恩典是白白赏赐予人的，只要相信，你就会得到。这个关键是啥物呢？这个关键是啥物呢？关键是咱愿意，咱需要愿意接受别人的祝福啊！咱回想最后的晚餐，耶稣就来所有的门徒洗脚的护士，了后伊对这学生所讲：“我是你的主，我是恁的老师。我即摆要替恁洗脚，总是恁以后嘛爱彼此来洗脚。”其实耶稣爱这个学生、这个门徒学习一件代志。耶稣已经讲了，伊的大诫命是疼别人亲像家己。不过无够，耶稣阁亲自来服侍这个学生，替因洗脚，要教示因爱对一个疼别人亲像家己，进到一个彼此相疼的过程。爱人如己，中文说爱人如己，疼别人亲像家己。这句话嘛是讲到家己啊，讲到家己啊，还是会想到自己啊。有当时啊，咱用家己的疼，咱讲我要用我的疼来疼你，总是咱是用咱家己的方式，唔是别人会当接受的方式。我说我很爱你，有当时啊，就是安尼嘛。咱做爸母的，就是咱教是咱的囝儿，但是咱的囝儿已经成长到一个青春期还是叛逆期的时阵，对无？咱阁用咱的古早的方式，安尼无法做来疼伊，就感受袂到。所以咱疼别人，亲像家己有当时啊，咱就是用家己的疼的方式。我们说家己疼的语言呐，去疼别人，结果你无了解别人疼的语言呐。所以，啥物是疼别人，亲像家己到伫彼此相疼的过程，为什么耶稣安尼做？落去，安尼替门徒来洗脚。假是这学生，恁虽然看起来彼此看来不顺眼，但是恁爱彼此来服侍，你爱彼此来相疼，你爱用别人的方式，别人会当感受到这个受到疼的方式，你要感同身受嘛，你爱去感受伊的需要是啥物啊？毋是一直用咱家己的方法去疼别人，结果人受伤啊，咱毋知影。所以耶稣所讲的疼别人，亲像家己到伫一个疼彼此相疼的过程，更较是互相包容、忍耐、体谅。耶稣无有爱门徒，只有互人服侍，也是去服侍。因爱彼此来服侍，互相洗脚，代表来彼此相疼。这嘛是伫甲咱讲，当咱愿意接受主耶稣，接受主互咱的服侍，上帝要来服侍咱，主要来服侍咱。
咱需要先谦卑，咱需要接受嘛。你无法度拒绝，你爱接受，因为这才是你信用成长的关键。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。咱需要将咱得到的荣耀归给上帝。这段诗篇嘛是安尼讲，当第6节、第7节讲到讲土地生产五谷，上帝咱的上帝赏赐予咱，上帝赐福予咱，愿万百姓拢敬畏伊。这段圣经其实嘛伫回应67篇的第1节到第2节，我无拍出来，我用讲的。第1节到第2节，咱看圣经就知影。遮讲到讲，愿上帝怜悯咱，赏赐予咱，祝福予咱，用伊的名来光照咱，互世界知影你的道路，也是你的旨意，互万国知影你的救恩。第1节到第2节嘛回应第6节、第7节、第7节、第6节伫回应第1节、第2节。这段圣经看起来表面，即亲像讲伫讲上帝真欢喜，上帝赐福，互遮个农作物农产大丰收。总是咱若真足来读这段圣经，咱知影即个作者诗人的意思，搁较是伊要指出大丰收是啥物。这个大丰收是啥物？真正的大丰收是万国万百姓、万国万民拢爱来敬拜主，拢爱来礼拜主。伫去年的年底的时阵，新竹中会伫教育部嘛伫关西即个所在来举办教育即个牧养的论坛，即个教育论坛、牧养论坛。结束第2天要结束的时阵，我甲几位牧师留到最后伫遐分享，然后我就渐渐要来行去遮个停车场。迄当阵是平日吧，所以无啥物车拢走啊，都差不多。阮的聚会结束，嘛剩2、3台车伫即个停车场。当我渐渐咧行伫停车场的迄个中间的时阵，我看到一位长辈牧师啦，伊就真紧张来，我来走过来，讲林伟牧师啊，要安怎？我的福音车的电火无关，我的电火无关，哇！要安怎？可能发袂起来哦。我就真淡定，我就讲咱来看卖啊。结果我讲，你家你的车来发起来看卖，果然发袂起来哦，已经过真久啊，电火无关，迄个旧的福音车电火无关就真害。拍算要安怎？迄当阵就从我的车甲伊的车踮伫遐呢。我就讲，你先莫紧张。伊讲，你车顶有迄个电线会当有电的无？我拢无甲伊回应。但是我讲，你先莫紧张。我就甲我的车开到伊的车边啊，甲我的后斗开起来，伫遐吹，几秒钟，我摕出2条电线，讲你爱敢是这2条安尼吼？伊啊。伊看到就非常的哈利路亚，阿免，感谢主。后来真顺利，我将伊的车来将我电线屈电，互伊的福音车来顺利来发动起来。我看到这位牧师甲边牧师娘，一直咧甲我说多谢，讲你一定是上帝差遣你来祝福我的天使，安尼哇，遮尔好着。但是我心内真知影，我讲。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，因为我心内真知影，毋是我真厉害。若无我真正伫高雄捡即个，伊讲我是伊朋友，即个身份人帮赞的话，即个经验，我一定嘛是真紧张啊！我毋知影去怎样帮赞人，我对这个车况嘛是无解释，我一定嘛袂伫后来伫我的车顶放2条电线，有电的电线。因为我有这个经验，所以我想我一定会放的，有一天会帮赞人。果然我帮赞着人。我一直咧想，如果咱无愿意接受别人的帮赞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咱无愿意接受别人的帮赞，就是咱无愿意谦卑落来。我们不想要拉下面子，咱爱民主啊，唔免啦，家己来就好啊。安尼咱真拍拼，虽然最后
成果袂歹吼。总是我们很容易，咱将这个功劳归互咱家己嘛。我们把功劳归给自己，我做的嘛，我真够，我啥物拢会晓。咱的叫是咱家己靠家己的成功啊。总是上帝的听，却毋是安尼。每一位上帝的囝儿，拢需要先接受耶稣基督，上帝无条件的听，阿免嘛。你爱先接受上帝的听，上帝的听是稳定，是白白赏赐予你，就是咱爱谦卑落来，讲我需要主，我需要上帝，进入我的生命中间。安尼，咱才会当有进一步，会当了解啥物是听，咱会当明白啥物是听。咱知影怎样付出听，分享听。伫诗篇的29篇的第1节到第2节，这段圣经所讲的上帝的子民啊，恁爱将一切荣耀，这荣耀气力拢归乎耶和华，拢归乎耶和华，将耶和华的名荣耀归乎伊，爱敬拜神圣荣耀耶和华。咱知影威斯敏斯特的迄个信用个别第1条，常常伫甲咱提醒，人主要的目的是啥物呢？荣耀上帝，掠上帝最欢喜，直到永远。阿免。所以咱兄弟，咱继续伫咱的生命、信仰的道路顶面，咱爱需要行往即个方向进前啊。搁问一遍，问大家：你愿意别人分享上帝听吗？如果咱愿意，大声。咱需要先接受上帝无条件的听，无条件的听。如果咱相信上帝，咱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咱会更较互生命更较有意义、快乐。安尼为什么咱真惊吓呢？也是咱无愿意分享上帝的听互其他人？我相信大部分坐一遮的兄弟，拢愿意分享上帝的听，只是可能。恁甲我共款吼，拢害羞内向吼，真避暑。我细汉拢真避暑，毋敢讲话。老爸叫我去边仔杂货店买一个鸡蛋，我就毋敢去。我讲，你讲你为什么毋敢？我讲我毋敢，头家讲话安尼，足惊的。亲像有当时咱用真济即个解说。咱讲理由，咱无法度分享上帝的听。虽然咱得到上帝的听，亲像一个圣经内底出来这个埃及王子啊，摩西上帝安怎回应呢？上帝呼召摩西的时阵，摩西安怎回应？恁拢知影。摩西讲：我真罕慢讲话呢，上帝。莫呼召我啦！我拙口笨舌。兄弟，恁想看卖摩西讲的回应敢对？敢有法度咱会当了解无？无法度啊！因为摩西伫迄个黄宫来成长的啊。摩西讲伊家己拙口笨舌，那我们算什么？死老百姓。摩西受到最好的装备跟教育，所以咱想讲。伫上帝字典内底，应该无有我不能，我袂当，可能只有我们不愿意啊，我无愿意啊。摩西安尼讲，讲较歹听讲，鬼才相信啦，因为上帝绝对袂相信的啊。我要呼召你，我要呼召你，讲我要竞选你，讲你拙口笨舌，你是我创造的呢。伫20年前，我也阁是一位有没有下一张 PPT？ 有，谢谢。伫20年前，我也阁是伫读圣经学院，新竹圣经学院的大学生。迄个时阵，我开始做兵丁的时阵，我开始认真思考家己的信仰。我真想要别人来分享我的见证，上帝对我的听。
当时我真坦白讲话啦，我真避暑，我真内向，我不善于表达，所以我就开始想讲，将我这个感动、我生活的见证写落来。我得过吼第一篇的文章伫《更新周刊》，咱看到这个日期是2005年9月11号，20年前。我得过了后，想讲囥咧，我家己嘛袂记咧，因为一直都没有下文吼，都无回应，毋知影是安怎，可能这个文笔不好啊，是安怎？我就是讲，我的文章、我的见证无法度互人采用啊，我嘛袂记哩。总是有一个主日，这个主日9月11号，我的老爸看到这个礼拜了后，我的老爸看到这个更新周刊的文章，我的文章放伫顶悬，就走来下一份更新周刊讲，两位哦，今仔日有你的文章叫人刊出来啊，伊毋知影我得过嘛，你的文章你的见证叫人刊出来，袂歹呢，袂歹呢，一张补票。就迄个时间，迄个时阵，我得到上帝真大的鼓励，就开始我的写作之旅吼，写作之旅，就我大学4年级到伫最后顺利进到台湾新南医3年的时间，有4年的时间。伫迄个4年的时间，我就要求家己讲，我未来要献身，我未来要来服侍主，我一个月爱多过一篇文章。我感谢上帝，真正4年中间，我总共写了50篇文章，去用刊出来。无论是论坛报，还是教会公报，这有小篇文，也是有这个见证。这包含这真大部分是我的生命的反省甲见证，也是对信仰的体验。我受到真大的鼓励，虽然后来我新学院毕业了后，我无继续搁得过啊，因为非常的无用吼。我开始真认真地才会做传道、做牧师啊，每一礼拜爱准备这个讲台服侍。总是上帝使用这个牧者的讲台服侍啊，每一礼拜爱写讲道片，也是主日祈祷会时阵，这个继续伫平常时啊来操练我的信仰甲圣经，透过我所理解、所得到的信仰甲圣经的这个故事，用讲道的方式来这个世间人兄弟姊妹来分享上帝的听。听这，我自己想象不到啊，我想袂到，上帝竟然用这个一个含慢讲话的人，就是我来成做伊祝福的出口，福音的出口。所以上帝一定会拣选咱每一个人。使用你的文字，咱常常想着讲是感恩节要到，还是讲咱的福音主日，还是咱的圣诞节期，是咱的上帝赏赐提醒咱爱伫教会中间爱分享伊的听的时阵。做是兄弟，咱爱互相提醒，因为每一天拢是咱分享上帝听的机会，上好的机会就是即马，就是每一天。阿免嘛。愿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成做别人的祝福，因为咱白白得到上帝无条件的听甲恩典。愿咱有信心来跨出迄步，为主加行一里路，将听来传出去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学到你，因为你拯救阮的性命，因为你将白白恩典、无条件、实际的救恩赏赐予阮，互阮即摆会当坐伫遐，徛伫遮，主啊，领受即个恩典，丰盛的恩典，互阮莫袂记你赏赐予我的恩典，互阮会当得到祝福，嘛要成做祝福的出口，福音的出口，成做别人的祝福，互阮嘛学习用耶稣基督教示阮的，彼此相听，进到一个听家己怕别人，亲像家己进到一个彼此相听的过程，学习的过程，阮会当谦卑落来，来领受你的听，嘛分享即个听，互阮有信心，更较大的勇气，嘛将一切咱的荣耀拢归乎天父上帝。今仔日嘛是
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纪念主日，阮特别为着阮的圣经学院献上祈祷，因为圣经学院过去嘛是有遮个修学生的时代，有造就真济牧者传道人伫教会侍奉献身。主，阮感谢你。到即马圣经学院转型成做搁较是正教会祝福，祝兄弟姊妹祝福。伫遐有举办真侪营会，遮个装备的课程、灵修会，接着教会伫遐活动。阮感谢你，透过圣经学院，成做台湾正教会祝福。愿阮用行动、愿祈祷、奉献来祝福咱所听的圣经学院。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541首，将听传出去。咱只是要先来看一个影片，是圣经学院的影片。圣经学院奉献主日，咱学院的意向是用4个 R 做目标。第一个 R，rest。圣经讲，拢静静，特知我是上帝。伫无用的生活中，真侪人心灵真疲劳。圣经学院毋茫提供遐这一个所在，会当安息，佮恢复气力的所在。第二个 R，relationship。伫梦中，雅各看见有一个腿伫地呢，腿的顶面拄天，有上帝的使者伫腿呢起起落落。伊亲身经验上帝甲人连结。圣经学院是一个互大家伫遮会当甲上帝三拄、甲人三拄、甲大自然三拄的所在。第三个 R，renewal。无论什么人，若甲基督结连，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旧的已经过去，但拢变做新的。咱看见真侪人伫圣经学院透过课程、聚会、服侍，生命受到更新，心灵受到翻转。
有限的性命，因为伫基督呢，转变做无限的祝福。第四 R recreation， 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。我阁讲一解，着欢喜。伫即个所在，喜乐毋是表面的，是一种深沉的生命力。阁较重要的，生命着不断更新，有新的创造。圣经含义期待做一个充满喜乐、稳定甲创意的所在，互兄弟会当发挥恩赐，做伙创造新的服侍方式。亲爱的兄弟，灵性成熟的四个 R， 无单单是理念，阁是真实发生伫圣经含义无数生命中的故事。今仔日，咱诚恳邀请你甲咱做伙，透过你的奉献甲支持，互即个梦想继续延伸，互搁较侪人因为上帝的疼得到更新。好，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请事献来动工。同心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白白赏赐阮日头、雨水、凉风，佮赏赐你的独生囝耶稣，成做阮的救主。阮无条件接受这的恩典，嘛着将这的祝福佮疼传出去，成做你的门徒。疼厝边，亲像家己，佮彼此相疼。主啊，愿献上淡薄。伫你的面前，愿做你圣工的路用，嘛愿你祝福圣经学院，嘛会当成做一个祝福别人的管道。愿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时来报告，咱请方东立长老。
各位哈，这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吼！咱顶礼拜我伫遮报告，这礼拜过来报告。咱先来欢迎几位新来的朋友吼。第一位就是林能达先生，还有一位就是跟他一起来的刘新慈，刘新慈姐妹。因是迄个七星中会上溪教会吼，上溪教会的会友。啊，你来这上班吼？你是来这边上班的吗？哦，大家来念书的哈。哦 ，OK。所以他这边来参加咱的学青团契吼，那建敦长老在带的那个学青团契，所以欢迎你继续来遮参加阮的团契吼。啊，第二位是林鼎盛弟兄，林鼎盛弟兄在吗？哦，他下去了哦。他是台中那个中孝路教会长老教会的会友，伊是来这上班的啦吼。咱原来会当，伊就请伊来参加咱的团契，咱的学青团契或者是青年团契。好，以上是咱的朋友。啊，咱来看咱的周报吼，咱的周报第项今仔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任吼，所以今仔日特别那个林伟牧师来咱家，来咱家讲台吼。那林伟牧师他对我们教会已经很熟悉的了，他现在是在二重埔长老教会，我跟他们教会也很熟悉哈，所以我们谢谢欢迎。个刷的第二项就是咱顶礼拜六有开小会有决议吼，因为咱伫11月初9要开会员好会。11月初9，咱特别11月特别开会员好会是咱就会定选中执着吼，补选长老也是执事，所以阮伫这边的小会是，阮就去审核，看有偌侪会友是己在人在的，或者是就是讲会当投票的啦，会当投票，毋是讲你来这间教会聚会，你就会当随时投票，毋是哦吼，咱就爱集伫遮啊个尽力来，佫有伫遮聚会，咱该当投票吼，所以就是即件代志吼。啊，佫三楼的冷气歹，这是较小个代志，佫说咧。顶礼拜日中执会决议吼，这是中执会决议。咱伫11月16下昼1点到5点，要伫7楼举行迄个中执会。啊，这个中执会有一件介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因为咱11月初9就已经选新的长老甲执事出来对无？所以伫11月16呢，咱特别有一个交接要退任的长老啦。假使讲像我今年底我就退任嘛，对无？我要退任的甲新的就一个交接安尼吼。所以伫11月16，请咱中执来参加。啊，佫说咧，佫一件咱教会今年介重要的代志吼，就是咱设教70周年，要出一本纪念册吼，纪念册这本册内面包括非常侪的内容，所以咱在座兄弟姊妹家属若有牧者或者或者是其他的同工，邀请你讲你来写一篇纪念的，你过去伫教会所了解，也是你参加什么团契。你需要写一寡你的感触、你的纪念，咱请唔通拒绝吼，咱尽量来写。你写的物件，咱会大概放伫这个70周年的纪念手册内面吼。所以这件代志，就小可大家小可咱大家合作来完成这件代志，好去说咧。那后礼拜剑桥教会要来遮做摇挂礼拜啦，这个去说咧。8楼这个代志，我顶礼拜直接有报过吼。咱伫后礼拜一啦，佮8天以后，咱这个礼拜堂，咱就开始要装修吼，要开始去整理头前这个所在。所以咱伫遮做礼拜，到后礼拜日，大家有哪有缘来遮做礼拜，
佮刷落迄礼拜，咱就袂当在遮做礼拜啊。刷了有1个半月的时间，咱就爱刷落7楼做礼拜。啊，时间呢，恁游园有哪会当伫10点半来？毋过来你袂当直接开7楼做礼拜，因为7楼的礼拜迄个时阵可能华语还搁伫礼拜。你若开的是会吵着人做礼拜，对无？所以你若10点半来时，你会当先住1楼，住1楼遐1楼遐当然有电视人去看啦吼，啊，你会当先住休息一下。到7楼的华语礼拜结束了，因这兄弟拢落啊。咱甲开，咱甲开7楼，佮开始就毋通来8楼啊吼。后礼拜就毋通来8楼，就直接到7楼做礼拜。后礼拜还佫伫遮，后礼拜还伫遮。所以安尼大家了解吼，大家了。好。安尼佮刷咧就印尼只报告。继续报告吼，只要真理的课程，咱9月14号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开始吼，咱欢迎要受洗，也是对这课程有兴趣的兄弟会当来参加。那新加的祈祷会是后礼拜六上午的10点伫2楼，欢迎兄弟来参加。洗手爱无限的活动，9月20，礼拜六下午的2点，伫教会下午的3点，伫教会1楼要来举办。今仔日下晡中昼的12点，有同工的训练伫7楼的副堂。台湾新学院的包办的课程，课程的是罗马书第3次的上课是后礼拜六上午的9点半。那有报名参加的兄弟爱记得来参加。第8期的幸福小组的预备的课程是后礼拜主日下晡1点，伫607的教室，请同工爱来出席。运动很幸福的小组甲爱无限的小组，是对10月12号下晡要来开始聚会，嘛欢迎兄弟来邀请遮的亲戚朋友啊，也是要传福音的好朋友来参加。欢喜礼拜约定伫11月要刷到8楼，教会开始要来买一寡敬拜团的乐器吼，预算是33万，请兄弟为这8楼乐器的捐款来奉献，来关心来奉献。从怀疑到相信传福音的线上课程，费用是2600块。有兴趣的兄弟会当瑞玲张乐来报名。报告以上。来吟祝福查考的诗歌，信息400首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叹、圣神的感动，甲扶持，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主的国来，阿免。请坐。